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早起审议通过，若是用贵州的车牌要加倍罚到72000块。另外，英国敢若针对车主来罚，毋过未来若毋是车主驶到这只车的人，嘛得爱受罚36000块。后续会送去到议会讨论，如果后会期通过，会当伫咧今年实施。 记车牌的情形严重，交通部进前已经预告伪造、变造车牌相关罚款，比较危险驾驶提悬到36000块。不过，立法院调查立委是认为讲应该加重罚，才有起惊的效果。经过协商有共识，对使用伪造、变造或者是蒙领车牌，按相关额加倍罚，也就是罚72000块。 原来过去拢是干那针对车主来罚，也另外搁再增订针对非所有人的驾驶人违规使用伪造、变造的车牌，也直接罚到相关额的36000块。加倍的部分是针对伪变造的部分，我们有加倍。 这个是以往没有的处罚，原则上还是以汽车所有人这一个为主。那这个并法的部分，我们是希望说达到这个并法组合的目的就好了。修法也针对伪造、变造别人的车牌，肇事致人伤亡，也有10年来第2届违反规定，拢会直接没入车辆来销毁。后续会送议会讨论，按算通过时程可能会伫后一个会期通过了后，今年有可能会当上路实施。那调查立委也呼吁讲，当法之下也要落实处理来杜绝假车牌的源头。透过加重处罚以及严格执行希望能够提升整体的一个效力，让法律能够来真正执行到正义。修了法律再严格，修了法律再精彩，最后的相关警政司法单位不进行相关的处理。 这个法律放在这里，它不会自然去抓那个假车牌啦。根据警政署交通组统计显示，去年伪造车牌的案件比前一年增加472%，已经禁止违法车牌资料。另外增加 AI 巡逻警车，增加处理量能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